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17章，耶穌登山變像。耶穌帶彼得、雅各、約翰上高山，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，臉面明亮如日頭，衣服潔白如光。摩西、以利亞向他顯現，有聲音從雲裏出來說：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從他。門徒不能醫治一個被鬼附的男孩，耶穌斥責鬼，鬼就出來了。耶穌說：是因你們的信心太少，若有信心如芥菜種，就能移山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，被殺，第3日復活。門徒就極其憂愁。收稅的人問彼得：你們的先生納不納稅？耶穌叫他：你去海邊釣魚，第一條魚上來，開口必得1塊錢，可以拿去給他們。